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尼希米記第12章第1節至47節，主題係城牆的奉獻典禮。作者喺尼希米記第12章記載，從巴比倫歸回嘅祭司同埋利未人嘅名冊都被記錄下嚟，記載咗約書亞同所羅巴伯時代嘅族長以及侍奉者嘅班次。利未人同祭司按班次喺聖殿供職，歌唱嘅人照大衛同亞薩所定嘅規矩，讚美及稱謝上主，一代一代傳承落去。耶路撒冷城牆舉行奉獻典禮嗰陣，眾民喺各地召集利未人，帶佢哋上耶路撒冷，讓佢哋歡歡喜喜咁舉行奉獻禮。嗰一日，眾人歡歡喜喜獻上好多祭物，因為上主使佢哋大大歡樂，連婦女同小朋友都一齊歡樂。耶路撒冷嘅歡呼聲，遠處都聽得到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尼希米記第12章記載，耶路撒冷城牆舉行奉獻典禮嗰日，眾人歡歡喜喜獻上好多祭物。咁當教會完成某個事工時，你會唔會停一停，去感恩同歡慶，而唔係急住衝去下一個目標呢？